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高高講合法。看懂俺用走，開感就第一個，我們要來學做料理嘍。今天呢，要來做這個客家的經典西本西炒地肚嘅其中一個西炒地肚嘅一個炒，豬炒炒薑絲。當然就要先來認識一下這個大腸，豬大腸。豬大腸的客家話呢，豬腸就是豬腸，豬腸。另外，薑絲炒大腸一定要有薑絲。薑的客家話呢，就是薑嘛，薑嘛。接下來看我怎麼樣把它們兩個 mix 起來。當然嘍，大家都會說這個薑絲炒大腸，他們把它形容成客家的口香糖。不過呢，其實這個豬腸要清洗起來，非常的費工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們來學這句話，就是清洗豬腸很費工。客家話講法呢，就是洗豬腸愛動刀工。洗豬腸愛動刀工，但是呢，就是來考驗大家的細心程度嘍。今天要請你們品嘗看看我們客家經典菜色，就是薑絲炒大腸，有吃過嗎？有。好，來。好吃，好吃。就是呢，其實呢，這個大腸啊，客家話的講法呢，就是叫做豬腸。豬腸，對，也是今天呢我們要教觀眾講的這一句話，豬腸這樣。那薑呢，就是叫做薑嘛。薑嘛，沒錯。好吃嗎？好吃，好吃。下一次自己 DIY 看看。好啊，好。謝謝你們，謝謝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我們今天呢又認識一道經典的客家名菜。講到薑絲炒大腸，你會發現邊講口水就在嘴巴裡面分泌，感覺呢真的是又酸又香又有嚼勁。當然嘍，我們今天認識了許多客家新的詞彙，一起來複習一遍嘍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薑，薑嘛，薑嘛。第二個呢就是豬腸，豬腸，豬腸。第三個來學一整句話哦，來看到就是清洗豬腸很費工。洗豬腸愛動刀工，洗豬腸愛動刀工。其實我自己也很害怕洗豬腸哎，如果大家也害怕的話，可以請老闆先幫你洗好之後，你再回家來 DIY 做這個客家經典名菜薑絲炒大腸。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